再来看基隆市政府东华广场的争议，即马是变作是前后任市长的战争。现任的市长谢国良，伊就讲前市长林佑昌，伊无甲商场2楼到4楼的产权甲登记落来，这是伤害到基隆市民的权益。即马林佑昌伊嘛跳出来讲，谢国良就是用歹价俗俗啊，甲即个商场签出去，这才是伤害权益。 基隆市府标出东华广场产权的争议，要持续在拖，转变做前后任市长的交锋。谢国良19去立法院举行记者会，指控前基隆市长，也就是内政部长林佑昌，无登记广场2楼至4楼产权的做法有争议。早到暗时啊，阁开直播，持续批评林佑昌伫市长的任内做出对市民不利、对伊有利的代志。20阁一届亲身出面，阁一届批评林佑昌。总额。 是6775万，大家就很清楚了，根本不是1500万。假如真的我只有给厂商1500万1年的租金的话，我今天写好遗书，我明天就去切付。谢国良主张讲，包括固定权利金、变动权利金、土地租金，还有媒体通路的回归，一年利润绝对超过6000万，叫绿营唔通恶意攻击。 因为林佑昌透早去立法院质询，批评谢国良开直播黑白甲咧，加做基隆市长有淡薄仔失格。有民众看到都觉得说，这个谢国良市长是不是疯了？是喝醉酒了，还是嗑药拉 K？ 身为一个基隆市的市长这样子真的是有一点失格。针对这点，谢国良回应讲，伊是受到委屈，想要消透尔。除了拿着交锋，这个事件的主角之一 Net 已经向基隆地方法院提告。 透过司法要来理清争议。监察院跟基隆地方法院同时都发文给基隆市政府，要求他们针对纳入非属于公有的这个产权的这个争议，要先提出说明，让法院、让监察院来去做调查跟判断。但是目前为止，我们完全没有看到基隆市政府有做任何的回应。另外，在嘛质疑迄当阵的点交有违法，对执行的环境顶人提告违反强制罪。 入侵主体罪、甲强盗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